咧就係呢個長谷建昌宏啦，仲有呢個第4位置係揸部 Skyline GTR。咁啊，始終阿莫林咧同佢相差咧就3秒鐘左右追唔到上去嘅。呢個葡國籍車手咧都係爭少少啊，因為部車咧都相當之快嘅。係啊，咁啊，其實講車嚟講咧，阿莫林嗰架 Benz 咧，即係德國房車杯嘅車咧，應該係仲快過 GTR。咁但係可能佢即係對條跑道唔係好熟啊，等等啦。咁而下 Sammy 亦都好有經驗咁啊，睇住嚟食啦。而家即係只係領先咁多就夠啦，因為前面嗰啲車咧，阿 Sammy 已經冇機會可以追到㗎啦。喂，講阿莫林，你話對條賽道啊唔係好熟咧，我又有少少意見，因為佢第3次嚟到澳門㗎啦。我照計，如果有心機跑咧，都咁多年咧，都應該對呢條賽道咧相當之熟悉㗎啦。咁啊，可能真係始終個技術問題。係啦，如果佢夠熟嘅話，就肯定技術唔夠啦。咁我哋都希望啊，佢追到咧前面嘅長谷建昌宏啊，咁又有一番惡鬥咁有得睇啦。因為前面1、2、3位咧已經放到甩晒㗎啦。阿拜勞咧就領先阿飛恩咧就9秒幾。咁而家睇緊跑緊第28個圈，仲有2個圈埋尾啦。9秒幾都冇乜可能㗎，除非拜勞撞車嘅啫。Hero 已經揸緊杯耳㗎啦。啊，咁啊，另外第3位置咧就盧永，亦都係部 Benz 1902 2.5嚟㗎。咁我哋睇翻香港嘅車手咧，而家阿 Paul Chan 咧帶咗出嚟。咁雖然頭先嗰場已經撞咗啊，咁但係咧佢似乎已經整翻攞翻架車出嚟，做翻2分50幾嘅時間，唔係太快，但係足夠佢而家領先緊香港嘅車手李萬琪。係啦，咁啊，而呢一個陳漢德咧就暫時排喺第10位置嘅，李萬琪咧排喺第11位嘅，但係已經比頭車咧就落後咗1個圈咁多㗎啦。咁呢一場咧就其實就冚唪唥都係高手嚟嘅，因為基本上咧每一個由頭到尾嘅都要快過3分先至可以行得。咁連我哋嘅首位冠咧都因為慢咗6秒而 qualify 唔到。咁而剩翻都有好多車手咧就 qualify 唔到嘅嚇，咁啊因為佢只係東茂洋賽事咧就限制呢個車手咧就係參加㗎，報名咧可以有咁多個，而最後 qualify 嘅咧有1打㗎啦。亦都係新手賽咧最快嗰個擺落嚟2分59秒幾咧，都係僅可以 qualify 到呢一場賽事嘅啫。咁而好可惜，其他 Charles 關啊、Kevin 王嗰啲已經 qualify 咗嗰啲，因為頭先嗰場麥卡級撞晒，冚唪唥落唔到。咁係阿 Paul Chan 同阿 Henry Lee 可以整翻架車臨時落場。好啦，見到咧1號車咧仍然係呢一個長谷建昌宏，揸部 Skyline GTR，舊年就惡晒啦，幾輕鬆啊！舊年帶咗出嚟咧，淨帶到咧就冇影，咁我哋仲以為佢哇你去咗邊啊？我以為擺埋一邊，原來唔係，帶得太遠啦，咁所以電視機咧都唔照顧佢。咁啊，今年係啊調轉啱啱調翻轉，而家 Benz 同寶馬帶到遠晒啦，變咗佢喺後邊啦。咁因為咧，同時亦都會兩架車咧稍為接近啲，相差大概3秒到。咁咧就係呢一個長谷建昌宏同埋阿莫林相差2秒幾3秒。咁但係始終阿莫林咧都係爭少少都追唔到佢㗎。嗱，好多膠袋啊，真係哇！其實咧照我睇咧，如果你俾德國賽例嘅車嚟咧，根本係冇得揮嘅，因為兩架車根本完全唔同結構，即係完全將啲 A 組車可以放到離行離辣㗎。應該咧，如果 GTR 覺得太快咧，加少少磅，而其他德國賽例嘅車唔嚟咧，咁就大家差唔多有得揮啦。跟住又想重山一段，睇嚟而家都係完全冇機會突圍㗎啦，只不過喺後邊坐緊第4位啫。咁而係啦，仲有個零2個圈，仲有2個圈左右。咁啊，睇下 Pirro 咧應該安全翻嚟，因為 Pirro 咧睇翻時間仲係領先緊8秒9秒有多。睇翻看台大隻啦，紅色車咧就係李萬琪，香港車手暫時排第2位置嘅，已經總成績排第11啦。俾 Pirro 追到過頭啦，哇！話過就過，真係爭好遠啊！無論人車技術各樣啊，都真係絕對係勝一籌嘅。哇！咁樣過法咧，應該俾阿 Pirro 咧就過咗2個圈嘅。咁啊，拜勞喺前面遙遙領先啦，進入咧就係第30個圈㗎啦，如果冇睇錯嘅話。係啦，跟住就追到阿 Paul Chan 啦 ，Paul Chan 喺前面應該已經預備讓啦，睇住佢上嚟啦。啲德國賽例 M3果然犀利啊，直路定人哋啲 Sierra 都追住埋去。着晒大燈啊！哇，左阿 Paul Chan 入手俾佢過啦，係好有禮貌。咁啊，跟住追前面嘅 Thomas 就 Corolla 頭碌16瓦佬嘅，呢度咧就係長谷建昌宏就排喺第4位置，而第5位置咧就係呢一個阿莫林，國籍嘅車手揸部 Benz 1902。咁啊，長谷建昌宏啊，舊年啊企凳仔最高位置，今年啊凳仔都冇得企啦，即係第4位。咁呢 GTR 咧，而家日本同澳洲嚟講係無敵嘅，佢哋出咁多架就贏咁多場啊。不過只可惜今次嚟到香港咧，夾硬要加咗100幾 kilo 嘅磅咧，就冚唪唥紮住晒手腳。似前嗰排食嗰啲大閘蟹咯。係啊。
咁啊，仲慘嘅就係佢哋賽會好遲先通知佢哋，咁所以之前冇咗選擇嘅餘地，因為 sponsor 啊冚唪唥都已經傾好晒啦。咁賽會咁做咧，就係為咗討好呢啲德國車隊，因為德國車隊話明啦 GTR 咁快，我哋嚟到係冇得揮嘅。如果你唔將個 GTR 加磅，又唔俾我哋德國賽例嘅車嚟咧，我哋又唔賽㗎啦。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討好呢班德國車手，冇辦法。咁其實可能亦都有折中方法嘅，就俾佢德國車行，但係咧就亦都日本嘅車咧就唔想加磅，可能咧就會距離拉近咧，大家競爭性強。即係我哋睇車就無他嘅啫，最緊要就鬥得近，就唔好話咧就有不公平嘅情況出現。係啦，咁啊不過如果咁嘅情就會呢一紮車咧，將後面都掹到冇晒影啦，可能過5、6個圈啊咁，冇計㗎啦。咁東望洋大賽都係主力咧，都係俾歐洲嘅車手攞嚟鬥嘅啫。其實 A 組嘅賽例咧，就應該照翻 A 組嘅喺翻 A 組嘅賽事用落去，咁就照足晒咁啊最好。不過冇辦法，咁而家 Pirro 咧翻緊嚟啦。因為咧舊年都出現個情況咧，就係寶馬 M3佢哋行緊德國例嗰陣咧，為咗嚟澳門咧，特別咧就將架車改翻咧啱呢個 FIA 嘅例咧，咁啊所以成架車咧又要加翻重啊，改翻好啲嘢啊，咁先能夠嚟得澳門嘅。所以今次如果係嚟澳門咧，用咗德國例咧，佢嘅車基本上咧就可以原裝響德國鬥開嗰架車咧就攞嚟啦，係啦，方便可以 Benz 亦都可以照咁嘅規例嚟車啦。好啦，衝線啊！第一次咧拜勞嘗試到啊！就係第一個衝線嘅滋味啦，因為以往嚟咧都係第2、第3，好慘嘅。首次做冠軍。好啦，飛恩咧第2已經跟住喺後邊過咗，咁頭先拜勞喺最撚尾嗰度已經收到慢晒啊，可見一過線嘅時候只係帶出1.75秒，因為 Pirro 已經知道贏緊最撚尾嗰幾個圈咧完全冒險。咁其他呢啲過線嘅車手已經落後咗幾個圈，由2個圈、3個圈、4個圈都有啊。咁咧冠軍咧就係拜勞揸架寶馬 M3。跟住咧就係飛恩揸架 Benz 190E 2.5，跟住啊盧域亦都係 Benz 190E 2.5，跟住咧長谷建昌宏，咁咧就係揸部日產嘅 Skyline GTR 嘅。然後啊葡國車手阿莫林咧就排第5，咁咧揸部咧就係Benz 190E 嘅。好嘢喎，就係日本籍嘅車手咧就係3號車嘅羽根幸浩咧就揸架 Skyline GTR 咧就得到第6名嘅。咁我哋睇翻1006 class 咧，最快咧仍然都係日本 Corolla 車手。咁咧就係呢個Hoshino啊，咁啊星野芬，咁啊星野芬咧就41歲今年，咁啊亦都多次嚟過澳門參加比賽，咁啊今次啊攞到呢個分組嘅第1啦。係啊，好有經驗嘅日籍車手。咁啊香港最好嘅成績咧就係第10名嘅 Paul Chan，咁用翻頭先撞爛咗頭尾嗰架Sierra Cosworth，咁叫佢整得翻嚟行都叫做好嘢啦。咁啊，結果佢得咗第10名啊！香港車手入邊咧最好成績一個啦。而香港車手啊，第2個最好咧就係李萬琪啊，得到第11位嘅。係啊，用佢嗰架傳言話2.7嘅 M3，咁啊唔知係唔係啦。咁而家乜都好啦，總之都係鬥完啦呢場比賽啊！咁好可惜 Winkelhock 咧就由於有問題咧，而家跌到15位，咁就亦都冇機會爬翻上嚟。咁啊，3架寶馬之中咧，只有佢一架咧Pirro 一架咧係帶咗出嚟。亦都由頭到尾啦，好安全咁勝出，咁的確要算佢好嘢啦。拜勞咁啊，以前咧就嘗試過第2、第3位嘅，咁啊，但係咧今次啊終於嘗試到冠軍嘅滋味啦。咁啊，舊年咧佢同呢一個RS500咧爭得好刺激嘅，但係結果咧都係因為撞車咧而退出㗎。係咁，拜勞不嬲咧就有咁嘅術㗎。我哋以前喺歐洲已經同佢一齊同場賽過，佢就的確係即係出人頭地，好嘢咁啊！不過當時唔係好成熟，仲係好後生嘅好似即係後生仔咁，即係冇咩信心人哋對佢。咁但係而家經過多年嘅賽事咧，已經變為即係好出名嘅房車車手。好啦，咁啊總結今次嘅成績，跑完30個圈之後咧，拜勞咧就得到總冠軍嘅。咁啊第一次啊就係成為呢一個東望洋大賽嘅冠軍。咁啊跟住第2位置咧就飛恩，第一次咧嚟呢個澳門參賽咧就得到呢個第2名，揸部咧就 Benz 190E 2.5㗎。第3名咧就盧域，亦都係揸部 Benz 190E 2.5。咁呢個咧曾經得過3次嘅德國賽車嘅冠軍嘅。而第4位置咧就上屆冠軍啊長谷建昌宏，揸部咧日產 Skyline GTR 嘅。咁啊而第5位置咧葡國籍嘅車手阿莫林，揸部 Benz 190E 2.5，即係換言之3部 Benz 咧都喺度咧就係鬥緊嘅。第6名咧就係日本籍嘅車手咧幸浩啊，咁啊揸部咧 Skyline GTR 咧喺第6位嘅。好啦，咁啊睇完呢一個東望洋大賽成績之後咧，休息一陣間。咁啊報名費咗8000蚊，即係淨賺12000，碌都買唔齊。